今次我哋介紹呢個322尺單位，利用窗台營造一個休閒嘅休息空間。窗台除咗可以作為一個休息區外，亦都可以掛晾衣物。設計師喺窗台位加咗一盞小壁燈，既可照明，亦可以增添溫馨嘅氣氛。家私加咗大量圓弧形設計，令整體輪廓變得流暢，尤其適合營造放鬆舒適嘅空間氛圍。櫃體通常體積較大，直線容易產生壓迫感，而弧形嘅設計可以好有效咁軟化呢種厚重感，令整體顯得輕盈流暢，就彷彿融入整個設計中。透過玻璃趟門進入廚房，廚房天花設計為具有特色嘅蜂窩板天花。廚房牆身採用大尺寸岩板，能有效減少接駁位。廚房加上高身嘅調味拉籃，可以更加有效地整理大量零碎嘅調味品。浴室做到乾濕分離，亦加上弧形嘅設計，避免空間顯得生硬局促。好多謝各位收睇，如果大家都對今次嘅介紹有興趣的話，都好歡迎各位向我哋查詢。我哋下次再見。